美國總統 Trump 表示講，無希望台灣走向獨立了後，咱的總統賴清德將公開說明台獨兩大意涵，強調是台灣無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還有中華民國甲中華人民共和國兩邊是互相無隸屬的。伊閣卡佇咧社群平台強調，捍衛中華民國現狀無台獨問題。不過，這是去互國民黨批評，賴總統用中華民國來偷渡台獨。指出講啊，若照憲法，兩岸並不是國甲國之間的關係。在美國總統 Trump 表示無希望台灣走向獨立了後，總統賴清德17公開說明台獨兩大意涵，做出明確的定調。所謂台獨這兩個字的意涵，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在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大家要了解啊。台獨兩個字的意思，其實是指這兩個內容。賴總統煞尾嘛佇咧社群平台發文，表示捍衛中華民國現狀無台獨問題，強調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國民黨指出，根據憲法，兩岸不是國甲國的關係，批評賴總統用中華民國偷渡台獨，冒立委質疑民進黨是安怎無要甲台獨黨工抬掉咧？台獨黨可以下車了，我們呼籲賴清德總統借這個時機看到國際局勢的變化，台獨黨剛就廢掉吧，並沒有賴清德主席重新定調的問題。其實這些都跟民主進步黨我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內容是完全的相符的。民進黨1991年修正的黨綱是主張制憲建立台灣共和國，不過到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寫講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憲法頂頭是叫做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關轄權的。前途是2300萬人來決定的，是民進黨目前主流的論述。賴總統趁這樣的一個時機，把他的一個相關立場再做一個更清楚的澄清，那希望說能夠讓台灣的整個社會能夠有所團結，大家能夠有共識。那另外一方面，當然也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有所了解。學者就認為，賴總統已經宣示足多擺，無另外閣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選擇咧傳習會了後，閣再強調台獨，都是希望讓國際社會清楚了解咱台灣政府的基本立場。記者綜合報道。